需要这么着急吗？必须在今晚给你。不是我着急，是只有2天时间，所以必须要在今天晚上给我。好，但是我现在手头没有那么多钱，需要跟朋友去借。那你快点儿。我正在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走。欣欣，不着急，反正你去我那住，离得近。这什么情况啊？我回头再给你解释。欣欣，你要不要先去我那边？我们有点事儿要谈。好呀。你笑什么？赶紧办正事儿。好。你们关系这么乱啊？你不要瞎想好不好？先忙正事儿吧。好了，现在只能等钱就可以。等一下。